流行歌《青花瓷》总共一首歌变做红仔会写做3款，写出这首歌的作词家彭文山就甲听觉变做视觉，即阵当地台南举办展览。这个展览嘛结合国内外3个无共领域的艺术家，甲歌拢变做立体艺术品，创作出新的风格。这身灰仔做的红仔是粗胚，无特别染色，就亲像流行歌曲《青花瓷》内底描写的，是女性拄则抹粉的面容。参加这摆游戏艺术展览的作词家彭文山讲，甲听觉变做视觉，真心色。跟杰伦合作的青花瓷啊，变成个潮流公仔，它就立体了嘛。然后立体的话，你就可以触摸嘛，它有个立体的空间嘛。那跟听觉不一样，就把听觉变成视觉。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就觉得这样子创作的话，蛮有趣的啦，就是让歌词有另外一种生命。为着传达艺术家拢是囡仔这个观念，无拉多元艺术空间举办游戏艺术的展览，邀请国内外3位无共领域的艺术家，用多元材料去重新演绎家己的作品。除了歌曲以外，也甲图变做雕像，互人看到趣味的生活。我们艺术起源有一个是游戏论，就是从游戏去延展出艺术的这个论点。那我是觉得它是蛮符合这个状态的，就是把完全不同创作类型的3位创作者用这个去连接在一起，这样。游戏艺术展，让观众伫欣赏艺术作品的时，看到多元的展现方式，感受佚佗的气氛。展览一直到7月23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